过来，过来。哇，人好多。走马处在那个位置，看那个丽丽吗？好像不是。头上取针，走马处。这个是职业学院的那个叫啥任务啊，那个黑衣服的。我们在5层间。这边看一下。比较来的很早，看一下没？好像来了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哦。在毛这个啊，好，对，打的对的是，这是。刚刚到，没事，不客气。看一下，好像是占地啊。
字为什么这么怪？我说站到第一位要赔钱哦，赔多少钱？他就有点怪异的名字。他是不是参加活动嘛？不知道哎，反正他是10月6号才回来。这个衣服我以为是丽丽的，不是，不认识。哦吼，6岁谁踩了？要不是故意破坏的。肯定是故意的吧？不存在，我这个相机是夜视仪，看得到。大不了调2.0嘛，调1.0就很亮了。不用，一般不调的话很清晰。好了。不存在啊，他不可能每天24小时跳舞吧？是不是10月1号和欧姆他们参加活动？我不知道哎，也去不了了。他们9点钟，我是8点半就要出发，然后在那个一个购物中心里面拍，给老年人拍照片那些，要拍到下午2、3点钟。微笑 run 的一声，阿加拉姆。过来，这个保爽啊！看阿加拉姆长胖了吗？长瘦了？反正我觉得胖一点，因为他在这边时间不是很多。在摄像哦，不是在拍照片。
能晚上到了，应该就没来跳舞。好高啊，是不是、啊？站立好高。他应该和比雍正高一点点。在播嘞，是吧？他是小的时候在屋里要什么什么。什么17在吧？没在啊，不在，有可能等会儿来吧。瑶瑶这边在啊，多马出在，阿加拉不在后面啊。那天，昨天晚前天。他们吴佳木、石青、曲珍，还有那个是瑶瑶，他们4个人拍了那个舞蹈，在外面拍的。丽丽没回来嘛，他们是吴佳木也去了，还没给那个还没给我，没事，反正明天再说。素材太多了嘛，传不完。
谁的？真真。认真。它包着。你不知道啊？你知道是谁供的？不知道。我现在也不知道，真的。认真是很瘦的，如果是日本是吧？这个我都不清楚啊。你是用自动的是吗？你开了手动吗？开了P档吗一档是哪个？ ？A 档就自动的，你这个要么是你开了P档，一档是哪个？你现在开了P档，你开那个这个就是自动的，要么就直接开 AV 试一下，TV AV 你试一下吧，这两个。你这镜头好像开了自动，你开了手动啊？这个开了自动，这防抖也开了的，这个开吗？这个防抖，这个是 A 不是自动的 ，M 也不是手动。一般你配 A 档的话，就是自动的，全自动的那种。这个就是全自动档，就是它自动调光线那些，自动调亮，这个 A 加，是。如果 A 的那话，哪个好一点？你看视频那个 A，你要么自动挡，要么是 A 档，要么是 TV 档。我加两个不省事，应该可以的。那这个我不太清楚啊。再调那个呢？AV 呢？AV 呢？AV 档。就是 A 梦打 A 梦是手动挡，这个是 AV 档，你试一下。AV 和 TV， 你看一下 AV 和 TV 什么区别？这个图标是我摄像的。你对比试一下嘛，AV 档，看一下，再试看 TV 档，它有手柄说。
该是衣服我穿过的。白玫瑰哦，不是，这个是隔上去真搞错了。白玫瑰真没在这边跳，在罗马那边。这个礼物，真的很绿的，你才18岁的，嬉笑。他们缺一个梅朵回去帮忙去了。月亮好圆哦，今天晚上好亮，好圆，又圆又亮。哎，又换了。你就是网上那个小李是不是？啊？对。小李 TV 是不是？对。我估计我猜可能都猜到是你。怎么了？视频做得好。一般带狗狗的，一般都知道。내년 뒤는
要放什么新曲？说了用真的，看吧，今天都，哎，这是谁？不是瑶瑶送过来的吧？看吧，这3个，谁送的？不知道哎，反正我今天没送。这边有写这个王清，还有是谁呢？翁母王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谁？这个呢？这是王某的还是？哎呦，是雍正的，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是你的。雍正、翁母、王清，大到是谁都不知道。这个一个在300到500左右吧。这个，哎。这个是我们那家的吗？不知道哎，没有卡片，卡片不知道。还有几个新的？那边登真的。跳一下那个舞吗？跳锁线窝庄吗？哦，他们不会哦。我以为，没事没事，那没事。请问哪个舞？不跟你说话。哦对，扎西扎西。谁年的？我年的。这个版吗？啊。我要洗洗嘛，我把钱不掏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吉祥祝福吗？哦，新郎官跳起来了。这个男的跳得好看一些。张小璐也在。
时候突然亮起了，放了一半就卡去了，一般打电话过来的，打电话嘛，打个洛桑的，他用他的手机在放，直接挂掉了，骚扰电话。那次也是放了一半，徐峥的手机也是打电话进来，也是这首歌。哎，又来电话了，哎，骚扰电话，这第二次了，第一次是中断一次，这个中断2次，是徐峥的手机吗？就是好像是徐峥的手机啊。又来了，真的是太晚了，打电话给他一直打，一直在骚扰，重新放一次只有。我不跳了，哎，奥赛来了，这刚刚都完了，哎，奥赛就来了，哦，没有，每天都不去是。我迟到了，今天迟20多分钟。去买弄那个找个包装，买东西嘛没得包装的，就只打包了一下。哎呀。什么情况这是？已经被封了10分钟。放下钱多。不接，你手机那个中断了，被封了10分钟。没事。休息一下嘛，待会儿跳点慢的，再跳这个，待会儿再跳。继续。对，先跳点慢的。你那边冲的，先跳点慢的。从头到尾啊。好，先跳点慢的。休息。放下棋。先休息。来，不用带他换一个吧。就是刚刚那个没有好好跳。没有好好跳，中断3、4道，你看根子的，休息，先跳点慢的。湿了。休息一下。可以先叫康下棋嘛。先跳点慢的。根子的全部是汗，全身都是汗。他头上面全是冒了水，没了，用汗水嘛。你小鸡，看不懂一个原因，搞不懂他的。吴京之前的粉丝本来粉丝挺多的嘛，然后直播的人也比较多，后面突然一下就只有几个人、10多人，他后面都没兴趣了，都没搞懂怎么回事。
这中国人就看这个往专门，往专门。呀，看一下姐。哎，对。电焊工，哈哈，还真是嗨。跟子每天念经呢，每天都要念。
几点钟？哦，9点15了，我以为8点多嘞。周八谁是周八没来呀？那天晚上来了，戴个帽子。我都，他跟我说他来了的，然后我说我没注意到你。他在第2排跳，我说肯定要。19出落，好久没跳那个了啊！19出落。不搞忘了吗？好久没跳这个了。走吧呀。没有啊。
也就戳摩的崔英工作室，他出的那个是吉祥祝福。哎，哦，不是吉祥祝福，说错了。那个老师做的是出品的是那个一九春魔和那个康夏情是姊妹篇嘛，那个是一个成都的好像本土的吧。这个一个衣服颜色相近。对，鞋子挑烂就是，本来就是像王清那人，随时在翻了。那次不是挑烂了就说嘛，刚刚穿一天，挑烂了。还是运动鞋啊，白色的好像是。哦，不是，它是那个塑料的那种凉鞋，后面它不是拖鞋，是另外那种，后边也就是后面有绑住的那种。不是普通凉鞋。6分半来了。这个手机拍一拍呢？手机也拍一个吧。哎呦，上午拍了，太多了。
结束了吗？我不知道几点钟，9:27还有一首。对，男的幅度很大，然后跳得很开，因为男的跳这种肯定比女的难很多，所以全部是汗呢。看英国要走了吧，随时准备走。今天送花的比较多，你看吧。
上面也可以这样说，太多名字了，一首歌几个名字，有些3个名字、4个名字都有。像那个有一首歌也是扎西扎西，美丽的珊瑚，还有什么西藏的叫什么，另外一种太多了，翻译不一样，有些翻译不了的，直接就有音乐那种，杀了黑油的。转圈圈没有在一起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体育馆。你去不去嘛？不去了，不去了。这来晚了今天。我就看你来的有点晚。哎，就整那个，就那个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这位都几？我怎么不知道哎？你得搞来。在这儿报了。今天我把那个，他这个毛毛有点短了。刚刚给他剪了，我老婆给他剪了，剪短了。对啊，哎，还记得我吗？他应该看一下，5个月没见了。对啊，你现在从甘孜线过来了。对，你看。你妹妹呢？还在拉萨？还在拉萨。对，我看她还在拉萨那边。你看到她了？她不是在抖音上面不是有吗？动态吗？哦，有。对。哎呦，这个我4个月，差不多4、5个月了。对啊，你去广州，然后去甘孜。对。你不是说他们都在问我吗？对啊，就是国外的网友，有可能他今天在线嘛，有可能在。有可能在吗？对对对。谁呀？知道就纯祥。纯祥。对，美国纽约的，以前在那边你们跳舞的时候，他都知道你，他认识。你还在吗？他应该有可能今天在吧？应该在，一般都在。应该在哦。一般他都在，一般。一般都会在吗？一般都会在。他还没来。我不知道现在在。Sister，no， 我不会说英语吧？没事，他认识。没来。跟他说一下 ，my sister，my sister。你拉萨，在拉萨那边开汉堡店。有多少人？现在看到一个吧。看一下，我看不到。看不多，现在同时在线。对。现在比以前多一些。对啊。对。以前是在境外那个时候，我本来以前人少嘛。对啊，1200多，现在300。这边还在学吗？这边现在不是，他们不跳就不在这儿跳。为什么？他们觉得那个保安有点烦，保安有时间要说，他说不让跳
有点吵别人，就是他们跳的比较晚，跳到12点钟、11点、12点。现在他们在体育馆那边，体育馆那边可以跳到1点。之前在清源宫那边也可以跳，跳到晚上凌晨2、3点钟就可以。不远，那边不远，2公里、3公里。这边也差不多3公里。骑电瓶车那边2公里，那边3公里。但清源宫那边不好上厕所啊，也不好买水，没卖水的。对，那边有卖水的。清源宫那边有那个24小时开的那个，有个便利店。你去看过吗？那个清源宫？没有，我昨天才来的。哦，你准备待多久呢？这次应该在这住吗？在这住吗？不住了，我要去拉萨。啊，你要去拉萨？好。那你们一起？我专门来看他的，今天还有那位我朋友一直问我嘛，然后就过来看这个。好的，谢谢。以前我在这里跳舞，对啊，跳的可厉害我。对啊，本来我们可以随时可以看到以前的那些都有。对，我在抖音和 B 站上面有，你可以翻到以前的视频。一般我都传了的。B 站、抖音那个西瓜，就是抖音平台都有吧？你直接搜我的名字就可以，就是小李 TV 那个，可以搜到你那个几月份，4月份吧，5月份那个都可以看得到。这是当地是德国的，你认识吗？同学吗？哦，他电话发现他也过来。哦，好高嘛？你看他1.7米几。他1.7米啊，他可以做模特。对，你看本来好高。那我走了，我等一下我走。还有那个。还有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哥哥。哦。我也没吃，晚饭都没吃。我本来是以为这里有呢，然后。一般随时还是在境外嘛，一般9点半他们就散了。再有件在罗马也不跳了。走了，罗马也不跳了吗？他也不在罗马去跳，有些现在都比较少，因为要在清源宫体育馆、城体育馆。我给你洗个好的那个。什么？什么？月饼啊！好，谢谢。这个不腻，一点都不腻。好嘞，谢谢。拿出来吧，月饼。你们那个手机啊？哦，好，谢谢。生日快乐！哦，谢谢。节日快乐啊！节日快乐！谢谢。他过节双节，国庆、中秋。来拿一个，来这边。不用，谢谢。月饼嘛，一个意思。中秋节他们应该不会吧？中秋节快乐，这是我们啊，对。但好像你妹妹在拉萨那边发展比成都还好一些。好啊。对，我觉得人气比以前旺。他那边人气不知道为什么好，你平时都对，不是，就是说平时我是看他那个抖音，他有发那些，然后一些动态嘛，我看得到。哎呦。拉萨的话，其实。中秋节快乐啊！谢谢。我们今天晚上吃了月饼再过来的，然后我帮他们送礼物，然后去找了个包装，耽误点时间，本来8点钟就可以赶到，在那个店又找了导航上面找嘛，之前找了这个他不是很熟，他对花比较熟，对那个礼品我买了很多零食，送给他们，然后包装他们可搞不懂，后面还写那个祖父语啊那些，耽误了一点时间，不然的话不会迟到了。本来8点就可以赶到我7点半就出门了。那你平时又要到那边去是吧？不去了，现在不一定去，因为现在我孩子也上学嘛，就早上7点钟就要起床，然后我晚上回去晚了之后，他一般就是他睡，不然按时睡觉，11点钟、12点钟才睡，他早上起不来。老师反映他上过打瞌睡。所以影响很那个，然后老婆10点40就要关门，没到。